仔，而家老豆將個電話同鎖匙交俾你，無論我點樣問你攞都好，你都冇俾翻我，聽朝先俾我。2寸3，過埋關，搞掂㗎啦！好啊，好，一定搞掂㗎！好嘅，好嘅。8號上，快啲加邊，快啲上，8號快啲加邊。仔，俾翻個電話同鎖匙我，攞嚟俾我，你係咪唔聽話？你攞嚟啊！當處於賭博失調嘅人，正正代表佢對於賭博嘅控制能力咧係較一般人比較弱嘅。當心情唔好，就好容易翻賭，所以單靠意志力去抑壓呢個賭博嘅慾望，而唔去尋求專業協助，只係治標唔治本，翻賭只係遲早嘅事。